犀利啊！又嚟啦，又嚟啦！哈！上年咧嚟自呢一個嘅安徽合肥嘅3隻羊，大家都記得啦，搞到哇幾大件事啊！喺香港舉行呢一個哇新公司分公司咧，叫做香港分部啊！呢一個嘅開幕典禮，哇！我哋嘅 TVB 總經理曾志偉先生啊，帶住開完呢一個 TVB 嘅業績公佈會即啊，但係過百嘅百幾個啊藝人啊，你撐場犀利啩！有啊譚詠麟啊、王晶啊、馬國明啊，全部嚟出席啊咁樣。咁啊負責人啊小楊哥啊就自爆曾志偉就係3隻羊分公司嘅老闆啊！哇！呢間公司嘅前途無可限量啊！可能啊即係 TVB 都唔使撈啦，係咪先啦？我取代你添啊，買翻你 TVB 都得噶！哇勁咁樣，3隻羊啊！又後尾咧搞過你大家記得啦，呢個咁嘅香港美城月餅呢件事啊，哇真係大件事啊！強調係香港品牌，又話經營咗多年，哇真係笑到香港人幾開心啊！美心定係美城啊？佢話美城喎，咦美心幾時變咗美城㗎？幾廿年品牌，邊人哋咁樣就成咗去啦咁樣？阿成哥咪有份㗎啦咁樣。好啦，咁啊梗係啦，有李嘉誠、阿美城，咁可能咁啊搞下就變咗咁樣啦，黐實咗啦。不過而家阿成哥唔好掂啊，唔好隨便用佢嘅名啦咁樣。好啦，唔少香港人都未聽過呢個美城呢個名，但係咧3隻羊就話：喂，呢個係好勁噶，已經做咗廿幾年噶啦，哇咁犀利，做咗廿幾年我哋聽都未聽過咁樣啊，係啦，直播嗰度咧就介紹呢個美城月餅，就係香港嘅一間專做高端嘅月餅嘅大品牌啊，廿幾年嘅歷史，美城嘅香港嘅高端嘅月餅，哇呢啲咁嘅虛構字眼，你睇下。即係曾志偉一啲都冇反駁過，咁樣喎，係咪啊？哇！呢啲咧就係引入誤導人嘅商業宣傳行為，結果啊真係俾人拉咗，但係就冇得拉曾志偉喎，啊咁得意嘅咁樣，淨係拉呢一個嘅3隻羊啫。咁啊嗱。咁啊，形成呢一點嘅咁嘅賣點咧，係構成咗虛假引人誤解嘅。咁啊，終於啲國內啲記者啊，又嚟走過香港嘅登記地址啊，亂 Q 咁嚟啊，咁樣啊，求其揾間嗰啲嘅會計公司，又當係佢哋啊，跟住又話：我哋香港研發唔得咩？喂，嗰度冇研發嘅人員喎，你乜都冇喎，你攞啲研發嘅證據嚟啊，乜都冇，梗係衰晒啦，咁先啦。好啦，結果咧就係喺今年3月23號。呢一個嘅合肥市監管部門就有出一紙通告，就宣布3隻羊公司正式恢復經營。好嘢！我哋又有美城月餅食啦，開心咧！曾志又係帶我哋食美城月餅，今次可能係加多咗啦。以前話廿幾年，而家可能變咗40幾年老品牌添啊！哇，厲害啊！有阿曾志偉加持，呢次仲唔發達，賣多100-200蚊添咩？嘿呀，厲害啦咁樣，冇錯啊！有沙咀麵月、滿月啊，乜都有啊！哇，呢啲冰皮乜都有啦，40幾年、50幾年都好啦，都得噶啦咁樣啦，揾個買個品牌咪得啦。哎呀，嗱你嘅幾廿年前曾經出過個美城啊咁樣，哎呀咁就諸如此類得噶啦咁樣，係啊係咁樣啊，搏下命啦咁樣，好啦，咁曾經呢一個嘅非常之紅嘅呢個3隻羊咧，終於就翻嚟啦，因為咧解決晒嗰啲咁嘅官司啦。咁啊去年咧就爆發咗風波，開始咧3隻羊咧就慢慢即係淡出咗呢個網絡，因為點解？其實俾人封 Q 咗，即係佢啲抖音嗰啲封鬼咗佢啊！梗係啦，快手抖音嗰啲仲點會俾你出現啫咁樣？抖音啊一哥嚟噶，變咗冇咗，踢鬼咗出嚟啦咁樣。如果咪政府啊做嘢仲死到，好多人都認為佢會徹底消失，點知唔係喎，佢又搞得掂，因為點解啊？背後有人啊嘛，係咪啊？呢一個嘅即係合肥有啲力嘅，唔會咁容易俾你搞掂嘅。咁啊，其實咧事情咧仲係有回旋嘅餘地啊，話嚇。咁啊，最後終於又復出咗諗樣呢間美城月餅就同埋澳洲牛肉翻車嘅事件咧，咁啊罰咗超過9000萬嘅。咁啊沉寂咗好耐之後咧，終於咧就翻呢個戰場啦咁樣。咁啊大楊哥同小楊哥呢對即係啲活寶貝咁樣，跟住咧會帶埋咧佢啲徒弟出嚟咧。聽講話而家開始咧就會密鑼緊鼓啦，
就開始嚟再做主播咁樣，跟住咧又再翻生嘅咁樣。咁啊復出呢一場大戲究竟會點樣咧？哇！真係好刺激嘅，因為咧你知道個網絡上面呢啲帶貨爭得好緊要嘅。咁佢有啲咩套路？以前咧佢哋用嗰啲好即係低俗嘅手法去販賣嘅，而家我諗咧開始嘅時候未咁先嘅，即係搞下笑咁樣啲嘢先啦咁樣。今次咧呢一個嘅合肥市監局部門咧就根本咧就冇好勁咁樣傷害到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最初嗰陣時候咧，呢一個嘅三隻羊咧係靠合肥市去幫佢推上去嘅。咁因為點解咧？佢哋唔識嘅，佢哋唔識咁喺個網上面咁樣即係去做推廣，咁啊希望咧幫下合肥啊，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周圍嗰啲咁嘅小公司啊，嗰啲產品啊推出去，尤其是係啲農產品，你知啦，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合肥啊附近呢啲地方，佢係比較多呢啲咁嘅即係農業嘅或者小工業咁樣，咁啊希望咧就帶動啊合肥市整體嘅工業啊，即係呢啲咁嘅農業，咁啊好快出之咧三隻羊爆咗出嚟之後咧，咁啊梗係自己做自己嘢啦咁樣，所以咧形成咗個矛盾。咁啊2024年嘅中秋節前夕咧，即係你嘅網紅帶貨啊小楊哥同三隻羊嘅旗下嘅即係呢啲主播咧，就一直係咁推呢個香港美城月餅。咁啊，因為虛構咗呢啲咁嘅事啊，引起咧廣泛關注啦咁樣。今日同年9月，合肥三隻羊公司喺直播中進行虛假嘅宣傳，被呢一個合肥市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。呢個咧就因為件事搞得太大啦，上到中央，所以咧唔能夠走雞嘅咁樣。喺9月26號21點咧，合肥市聯合調查發布就話準備對三隻羊公司進行沒收違法所得。總共係罰咗佢6894萬幾啦，係總之差唔多接近7000萬啦，係啊，就多少少唔使請食飯啊，你估？差唔多啦，當佢7000萬咁樣。好啦，三隻羊公司咧輕輕鬆鬆啊俾咗，因為點解佢起咗成棟樓啊，大佬好大鑊㗎，因為咧呢一度咧就拉動到好多其他嗰啲嘅利益㗎。即係你死咗呢一個嘅三隻羊，對合肥市咧冇好處㗎咁樣，成個安徽冇好處啊，所以盡量希望保住佢。咁跟住咧就即係呢個政府又會個權力大啲，咁啊唔俾佢再鬧亂嚟咁樣。但係仍然係希望呢一啲咁年輕人，因為點解咧？得佢哋可以帶動到個市場啊嘛。即係呢啲年輕人係真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出嚟。咁啊最緊要賣貨，大佬嗰啲老人家唔識賣貨啊嘛咁樣。咁啊呢個美城月餅咧就點搞咧？哇！犀利啦，係退一賠三啊！嗱，點解肯退一賠三？因為我都食 Q 咗，即係你諗下，你買咗個月餅，大佬年紀啦，未食仲係咪先啦？咁啊，退一賠三冇乜所謂啦，你退到俾我，我先至會賠俾你啊！啊，你執張單啊，我未必會賠俾你啊！所以好多呢咁嘅鬧搞嘢啊，最後終於賠咗幾多？2777萬幾啦咁樣，哇！加埋就未夠1億，冇所謂啦，9000萬到啊，頂得住啊咁樣，哇！冇錯啦，呢一個咁嘅三隻羊仲掂嘅，因為點啊？成棟高樓起得到，真係好有錢嘅。咁啊計翻落嚟咧，呢場風波三隻羊咧，大約燒咗1個億到啦。咁仲要哇咁容易咩？你免數1億嘅啫，就好多打關係嗰啲嘢嘅，唔係點搞得掂咁樣。咁我可以想象呢啲網紅吸金就幾犀利咁樣，梗係啦，成個大陸嘅大佬幾億人係咪先？1億人每人俾10蚊你10億啦，係咪先？犀利啩咁樣？呢啲咁嘅即係月餅啊，成啲嘢，哇！大陸嘅利潤可以去到50% 以上啊！你一知道食品啦，係咪先啦？喂，賣俾你400蚊，邊日使200蚊成本啊？大佬連埋運費都唔使啦。咁所以一個話係做1-2億生意得掂嘅，係咪先啦？所以呢啲嘅月餅啊好做啦咁樣。咁啊而且咧，通常都有啲廠直接啊同你傾嘅。喂，我有啲月餅喺度啊，點搞咧？可唔可以用個方法同我推咗去咧？咁樣啲嘢，佢哋啊計成本嘅啫嘛，好易嘅啫嘛。啊咁樣我同你點搞法啦？咁樣啲嘢，咁就哇大家對分㗎啦，嗰啲錢好正啊！咁對呢咁嘅有咗個月餅嘅生產線嘅商嚟講咧，冇乜所謂㗎。我照咁做啫嘛。橫掂我譬如我做美城月餅又得，你個美 A 月餅又得，美 B 月餅冇所謂㗎。我做多啲啫嘛，只要你買得到。多錢有得傾啊，大佬嚇！所以咧呢啲咁嘅即係三隻羊啊，呢啲咁嘅推廣咧好緊要噶。咁啊，三隻話啦，羊話而家我哋搞掂晒呢啲咁嘅即係衰嘢啦，咁樣我哋已經就搞掂啦，咁樣咁啊一向咧以後咧就會堅持聽呢個監管啊監督啊咁樣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哋會好乖嘅咁樣，咁啊健全化
呢一個監管制度，仲大力監管呢一個，即係俾你監管我咁樣，咁咪優化佢嘅監管方式咁樣，梗係講一大堆呢啲嘢，到最後嘥鬼氣啦。原本都有監管㗎，係咪先啦？監管嗰啲咁啊得啦，等係送2包煙俾佢，等佢食飯啊，拖條女俾佢，咁又乜都唔監管啦咁樣。好啦，推動平台呢一個嘅企業規範。咩經營有序競爭，提升質量，規範市場秩序，嗱呢啲咧就大家真係教科書咁樣列晒出嚟嘅，你放心啦。你話咩啊？我就會做翻呢啲嘢咁樣，諸如此類啲嘢啦咁樣。大陸間都係咁樣。好啦，切實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喎咁樣，傻傻地咁樣。好啦，歡迎各界社會對我哋嘅工作提出寶貴嘅意見同埋建議嚇，咁啊共同維護好良好嘅市場環境嗱，叫做咧今次咧幕後啲老細。搞得掂啲官搞得掂㗎啊！好啦，咁啊於是乎咧過咗段時間，風頭火勢過之後，好啦，俾翻你再即係始終有市場力量咧，仲係有機會嘅。咁啊，通報強調三隻羊已經叫合規經營㗎啦，可以。網友究竟賣唔賣帳咧？睇翻而家咧呢啲咁啊，即係其他啲網絡上面啲語言就講咩啊？就話批評呢啲即係而家仲要堅決抵制佢咧，好衰格咁樣啊！咁啊又對住嘅自己啲徒弟又好衰啊！咁諸如此類好多啲其他傳言啊嘛。諷刺嘅咧就係咧呢個質量嘅問題啊，翻車啊，其他啦即係網紅咧都係翻車㗎。嗰啲咩新巴啊、二盧啊啲咁樣，哇！佢哋直播間都幾鬼紅啊，場場都爆滿啊。所以點啊？所以佢哋覺得掂嘅，翻出嚟嗰班 fans 一樣係得嘅，全國㗎嘛，係咪先啦？好啦，罵聲不斷冇用嘅，業內人士啊預計啊三隻羊啊首播將會破紀錄，於是乎咧而家直播間開始賣緊啦，賭緊搜集時間嘅廣告價位啊，哇已經炒到去300萬一條啦，哇！我同你講，你睇下呢啲網紅係好犀利嘅，直播間入邊可以播廣告，個廣告好值錢㗎老細，所以咧話咧有呢一個嘅名銜喺度，有呢個咁嘅能力喺度，都係一樣能揾到食嘅咁樣，唔使驚佢嘅，休息一陣時間啫嘛。好啦，爭議嘅流量咁打假嘅博主咧曾經講過啊，今日咧呢個網友咧為呢個三隻羊復出啊狂歡啦，明日可能又有一次翻車嘅埋單咁樣，好難講啊。國內呢啲咧，即係因為有太多嘅即係啲網民啊，佢係追捧呢啲㗎，冇乜所謂㗎。你好衰格唔緊要，我覺得過癮唔得啦，係咪先啦？因為你覺得哇好過癮好誇張啊，我中就得㗎啦，係啊。咁新一代又唔識做呢啲嘢嘅，所以咧佢哋咧係一路都可以 keep 到佢哋班咁嘅即係啲 fans 咁樣。咁大家覺得點樣啊？係咪先啦？咁呢一個嘅香港月餅啊，係咪要繼續嚟呢一個嘅即係美城月餅咧？我相信咧應該係復活啊咁樣。哇！曾志偉啊繼續帶貨啦咁樣，哇掂啊咁樣。好啦，嗱講翻呢個三隻羊咧，就點解會成功咧？就係因為佢當時咧抖音好鬼紅嘅。有合肥，因為點解合肥嘅政府去谷一個呢啲咁嘅網絡紅人出嚟，咁先至可以得嘅。因為佢哋冇啦，不如自己做一個新人啦咁樣，所以揾咗當時佢哋已經有一啲嘅即係套路嗰啲笑話喺度啦。所以咧就谷佢哋上去咁樣，希望咧幫到合肥嘅產品去推出去。再加上嗰陣時啲群眾咧好中意喺屋企嗰度咧短視頻啊。即係你知啦，即係 Covid 嗰個年代啱過咗去，於是乎大家都係喺個屋企度用呢啲咁嘅短視頻嚟玩噶嘛。小楊哥咧就係抽中咗呢個時代嘅彩票啊，成為咗抖音嘅一哥。哇！你係抖音一哥，哇咁真係誇張啦，唔先啦，好鬼犀利啦。好啦，慢慢咧。呢個一哥就迷失咗自我，所以喺啲合肥嘅夜店，啲人話成日見佢啊，大佬有好多不合乎傳統道德嘅視頻啊、照片啊，玩得好勁嘅，哇，都全部出晒嚟啊！不過唔緊要，有錢啊嘛，係咪先啦？咁喺電商做大咗之後，小楊哥開始梗係你要求咩？高佣金嘅路線啦，你啲普通嗰啲咩農作物啊嗰啲嘢，哇，俾唔到咩佣金我賺喎，我又唔制啦咁樣，走去咁揾一啲騎呢，你好似頭先呢咁樣，譬如廣東，你有跟我做月餅係咪？哇，得喎咁樣，咦，人哋叫美心，我哋叫美盛，美盛成啊，成哥李嘉誠似啦，美心加李嘉誠，咁仲勁，話佢有幾廿年歷史咁就得啦，再加啊呢個曾志偉嚟站一站台咁好啦咁樣，哇，果然就賣到爆晒咁樣，好容易嘅啫喎，係啊，再加上小楊哥佢哋喺呢個
喺佢哋嘅抖音度推一推，哇，仲得掂咁樣。咁啊，跟住仲有好多啲咁嘅咩農產品嗰啲就放低啦，唔緊要啦，慢慢啊對呢一個嘅安徽啊嗰啲咁嘅廠啊農家就唔協助啦咁樣，淨係要求追求利潤啦。哇！於是乎咧，合肥嗰啲政府梗係唔中意啦。跟住仲有一班嗰啲嘅老細，哇！大佬你咁樣都唔係幫我哋合肥市咁樣，雄心勃勃嘅小楊哥睬佢都戇啦，就咩啊？即刻轉個頭就係香港拜碼頭啊，同阿曾志偉啊搭起晒啦，就成為咗好兄弟啦咁樣。因為點解？因為香港有大量呢一個藝人，中國好追求嘅藝人資源。嗱，香港人去搞咧就唔識嘅，但係大陸人就知道點玩法，點樣將佢搞呢啲藝人，搞到咧啲人啊好中意睇咁樣，哇！佢就發達啦咁樣。因為咧喺香港 TVB 嘅手上，你唔明白啦，走出嚟懶靚啊咩成咧冇鬼用嘅，人哋嗰啲咧知道啊呢一班人中意乜嘢，哇搞落去掂晒啦咁樣。於是乎咧，哇揾到曾志偉咁多嘅藝人啊蘇醒，哇發達啦咁樣。於是乎咧一齊啦，哇喂咁樣啦，曾志偉將香港呢一個三隻羊呢個分公司個老闆俾咗你，跟住我哋就上市，哇咪發達啦咁樣。咁啊係噃，大佬要上市噶係咪先？到時好唔一炒，哇發達啦咁樣，仲面向全球嘅華人添啊，話唔係咁簡單啊，唔係淨係賣中國，賣晒全世界啊！到時哇價廉物美，哎喲 send 呢一個咁嘅速遞去到俾其他人，仲唔發達啊？聽到呢度大家諗到啦，即係呢一個曾志偉梗係會即刻入去啦，大佬個成為負責人之後啊，淨係收嗰啲咁啊，即係啲股票上升啊，哇發達啦，真係幾多百億啊，大佬仲唔 fit 咁啊？呢次咧就掂晒啦咁樣，合肥我哋支持你咁啊犀利啦咁樣，咁啊但係合肥咧你知道啦，佢好辛苦，即係谷咗呢間咁嘅企業出嚟，呢個私人企業，哇你而家養肥咗你係出去出邊，哇出去出邊嗰時候就可以仲開分公司喎，哇大佬你係咪想將啲稅收咧即係收入去晒嗰邊啊咁樣？哇大佬連稅收攞唔到喎呢個合肥市，於是乎咧就梗係唔開心啊！而呢一個瘋狂小楊哥三隻羊集團咧，喺灣仔啊呢個維港啊高層單位仲做咗5000尺嘅地方，哇20萬嘅租啊幾威啊咁先啦，揾阿曾志偉做呢一個董事長，哇諗住大展拳腳啊，仲唔犀利，快脆上市，咁啊掂晒㗎咁樣，咁啊點解會咁急住上市呢？哦，原來背後嗰陣時候我都公佈過有個原因嘅，因為佢有個大靠山叫宋道軍。而2024年呢位宋道軍呢，呢位係黨員兼領導嘅幹部呢，因為俾呢一個政府查，喂快啲啦，大佬！如果唔係一日爆晒出嚟咧，就大鑊。原來呢個宋道軍就係呢一個三隻羊嘅背後嘅嗰個支撐嚟嘅，大佬。佢最緊要就喺後邊幫佢打通晒，所有人呢投訴三隻羊乜啊呢樣嘢唔掂啊，嗰樣嘢唔掂，全部都唔通過，因為點啊？宋道軍同佢截晒，犀利啩咁樣。咁啊官商勾結就搞掂咗三隻羊，令到呢個三隻羊咧做乜嘢都唔緊要，所以佢哋話咧咩啊嚇？我廣州啊呢啲咁嘅月餅啊扮呢個香港唔緊要，有宋道軍咁啊咦哇你啲咁啊即係用啲嗰啲淋巴腺嗰啲肉喎唔啱喎，呢啲即係人哋食壞人噶，唔緊要有宋道軍，全部乜嘢，所以咧你乜嘢垃雜嘅嘢，只要佢哋推就得啦咁樣，唔介意，因為點解？當你投訴嗰陣時候啊，你即係有啲官同你講晒，你吹唔脹咁先啦，所以有宋道軍咪點啊？點知宋道軍被查，哇！佢哋知道唔掂啦，你快脆嚟香港上市，就將嗰個嘅即係 risk 啊，就轉嫁咗喺個市場度。有咩事政府喐佢哋，哇！你要小心啲喎，咪啲股民拿住好多股份啊，佢哋都冧啊，咁我哋套咗現唔緊要啊咁樣。哇！上去諗住咁樣啊，咁啊曾志偉未必知道啊呢啲咁嘅內幕消息，宋道軍呢啲道德敗壞啊呢啲啊，咁唔好理咁多啦，香港人仲揾到食啦咁樣。咁啊結果官商勾結，哇！呢個時間以為啱啱好啦，點知哎呀就俾人踢爆咗。點解俾人踢爆咧？好老實，呢啲咁嘅即係。做網紅啊，賣呢啲貨咁樣咧，啲帶貨呢，喂好老實，你都得你一個咩？有好多個人咧，同佢都係咧，即係敵人嚟嘅，好憎佢嘅，係啊，即係好多人都憎劉定堅嘅，係咪先啦？哇，你個點擊高啊，頂死你啫啦，係咪先啦？話你係衰人啊，點啊咁樣，係啊，留言啊，正唱衰你咁樣，你好多呢咁嘅手段嘅，咁於是乎咧，大陸入邊街啦，咦睇到你美城月餅咁正係咪啊？宋道軍，咦你個人都俾人查緊喎，於是乎嚼係咁砰打咗嚟。嚼你啦，於是乎將呢件事係咁爆，再透過香港爆出嚟啊！死啦！我同你講，
喺大陸爆都仲有得撳，喺香港爆就冇得撳啦。結果咧，大家睇到啦，就係咧曾志偉嘅大醜聞啦，就喺度話咩亂噏一通咩美城月餅喺香港賣700蚊嘅知名品牌大話，哇！即刻死啦！再加上呢個宋道軍搞唔掂。哇！仲有冧鬼晒，俾人拉埋，咁啊結果咧呢個3隻羊大逃亡計劃冇晒啦，咪俾人捉埋晒出嚟咯。3隻羊咧，而家終於咧就擺脱咗呢個官司嘅纏繞啦咁樣，而家就話要重新振作咯喎。但係咧又到中秋節啦，會唔會嚟呢一個嘅美城月餅嘅熱潮嘅下集咧？哇！索性做大佢啦，橫掂上次有咗美城月餅就躲啦咁樣，唔緊要啊！嗱，今次咧講到明係廣州做嘅，咁冇嘢講啦。但係我哋揾下呢個香港啊，譬如話揾嗰啲人嚟調切下計啊，個封面啊咁cover咁樣得係嘛咁樣，咁啊曾志偉淨出埋個頭出嚟，咁啊掂啊，咁啊可能咧呢個得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有乜所謂啫？呢啲嘢紅咗啦嘛，係咪先？會唔會啊？俾呢個美城月餅啊，噗一聲贏咗呢個美心月餅，哇！咁啊成世發達啦咁樣，真係世事難料啦！今個月啊，唔係今年嘅中秋，我都諗住買翻幾盒呢個美城月餅嚟食下。哇！大佬呢個咁好嘅一個日子係咪先啦？應該唔會發毛啩？喺廣州寄到嚟 OK 啊，係咪啊？我整多啲嗰啲咁啊，即係化學劑落去啦，係咪啊？嗰啲即係唔會令到你腐化啲啦咁樣啊，咁啊應該可以食得到嘅。希望啦咁樣啊，希望咧美城月餅啊再嚟過，再令到大家最犀利，美城月餅重出江湖，哇勁啊，冇得頂啊！大家中意啊，記得啊買嚟送俾我啊，多謝啊，記住點讚 subscribe，thank you，拜拜。